继续关心南北出境的一岁囡仔去互义母虐待死亡，民众即马就批评讲，负责这个案的儿童福利联盟监督机制出问题。儿童福利联盟伫昨昏伊嘛发出声明，强调董事会有开会，已经接受执行长白丽芳请辞。也毋过即马有上百个内部基层的员工真不满，因是连续要求爱甲执行长留落来，而且因认为颠倒是董事长林志嘉爱离开才对。我们声明稿会出去啦，不过事后的事情我们会处理，好不好？哈。董事长，那针对说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声音，就是像说那个大家不要捐钱给儿盟啊，或者说你可能要负责这一块。好，我们会一起处理，谢谢。立民董事长林志嘉讲话做伙来处理，也过立法联盟介绍共过囡仔的人，敢若加一岁囡仔虐待死，各界要求立民爱负责任。立民18发出声明，成立案发了后，立民对外说明拢偏离主题，正当性受到质疑。董事会已经接受执行长白丽芳的下任申请，会邀请白丽芳甲前执行长陈丽如加入检讨的小组。央过白丽芳讲，敢若互事实引发员工不满，认为这组织未保护员工，上百人联署要求甲白丽芳留乱。就看到很多同事现在都已经有点不知为何而战，在我们眼中就是非常尽心尽力做很多事情。这些事情发生之后，看到他一直很有担当的去负各种责任，然后面对各种的疑问，很多前同事他们也是纷纷出来支持。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，我们在台湾的儿童有很多问题，阿蒙受工也要继续努力，把全部的台湾的儿童虐待把它减少。根据白丽芳前一天17发出来内部的批，讲到家己的媒体危机处理不好，董事会希望伊下下职务，也强调雄雄爱甲工作工作原因的所在放落来，也有真侪放袂落来的所在，但责任的意味是真高。因若长期关钱予立民的企业界人士是直接讲，林志嘉若无落台，就袂关钱予立民。推有这个第一线的这个社工，那本身它机构本身就产生了很大问题，因为这些爱心交给我们的受雇单位当中，你们有没有办法很用心的能够去照顾到我们的儿童？来自医界立民董事卢鸿基也坦白讲，这个案件立民一定有需要检讨的所在，也鼓励员工莫因为一个悲伤的事件就甲服务停落来，爱继续为囡仔拍拼，甲政府斗阵找到社会安全网合理的解决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